人踢，Let's go！早晨啊各位，今日嘅天氣非常好啊！喺屋企試咗 Mirage 推介嘅 Airbnb， 然後就出發去探索 Belgrade 啦。第一站去加多斯塔，呢度冇高樓大廈，但每條巷仔都充滿生活氣息，路上仲會有人好友好咁樣同我哋打招呼講你好。加多斯塔就位於多瑙河隔離嘅山坡上，行一段樓梯上去就可以望到成條多瑙河同埋 Belgrade 嘅景色啦。風景真係非常好啊！如果冇咁曬就更完美啦。睇下呢個渠蓋，好別致啊！落嚟之後就去咗多瑙河旁邊嘅咖啡店飲翻杯咖啡，睇住河景，吹住河風，飲住咖啡，真係超到唔捨得走啊！之後想去當地嘅翻 market 度睇下，但係因為佢2點就收市，唯有快啲衝過去咯。市場唔算大，同香港嘅街市差唔多。如果想了解下當地嘅物價，都可以去行一行啊！哈哈哈，又嚟到餐廳啦！呢間係我哋嘅 host 推介嘅餐廳，環境非常之唔錯啊，就喺市場隔離。佢本來推介我哋試下早餐，可惜嚟到嘅時候已經過咗早餐時間，唯有叫侍應推介當地嘅美食俾我哋啦。結果都好驚喜啊 ！Serbia 嘅美食真係唔會差得去邊。食完飯繼續出發去塞爾維亞國家博物館，隔離條街行一行，有好多嘅小檔攤可以睇，有好多好得意嘅小玩意啊！沿住呢條街一直行就可以去到 Belgrade 嘅要塞啦。我哋喺呢度匯合咗我哋嘅 host 同佢嘅朋友另一個 Mirage， 跟住就由 Mirage 帶路啦。呢個要塞都好多嘢睇，有好靚嘅多瑙河景色、古老嘅城堡建築、東正教堂同軍事博物館，真心值得預留半日時間慢慢行啊！行完之後又去咗附近食飯啦。Serbia 嘅特色菜就係肉加薯仔，簡單得嚟又夠味。食完飯啱好係日落時分，嚟到多瑙河隔離嘅公園，最佳日落觀賞點。好多人喺度睇日落，仲有人喺度彈琴添啊！氣氛超浪漫啊！夕陽無限好，生活都無限好啊！連貓貓都一齊坐低欣賞嘅日落啊，真好治愈。睇完日落就翻去加多斯塔啦，享受我哋嘅 beer time。多瑙河邊嘅天鵝群啊，只要有嘢食就會有一大群游過嚟。夜晚就係要喺加多斯塔嚟翻杯啤酒，睇住 Belgrade 嘅夜景，吹住多瑙河嘅晚風，真係另有一番享受啊！臨走前同店入邊嘅貓貓玩咗一陣強制愛，點知翻去途中經過墓園嘅時候，都遇到一隻黑貓 BB 啊，真係勁可愛啊！佢仲一直跟住我哋，真係好想帶佢翻屋企啊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，晚安啦各位，聽日見。